嚟新聞時間，美國消費信心出乎預期上升。密歇根大學消費者情緒指數10月升至83.1，係5年嚟最高。市場原先預期會跌至78。上月生產物價指數按月升1.1%，較預期多0.4個百分點，主要由於期內能源價格大升近1成。撇除國際食品同能源價格嘅核心指數按月維持不變，係舊年10月以嚟再次錄得冇升幅。摩根大通第3季業績好過市場預期，股價喺市前交易時段升超過1%。第3季純利創新高，有57.1億美元，按年增長3.4%，係5個季度以嚟首次上升。每股盈利1.4美元，好過市場預期嘅1.2美元。主要由於低息同埋樓市復甦，令按揭收入大幅增加，收入增長6%至到259億美元。期內嚟自投資銀行嘅盈利按年增加超過4成，至到17億美元，流動性有改善，入及資本充足率按季上升0.5個百分點，至到10.4%。睇睇其他金融行情，睇下美股嘅最新表現。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5點，報13,3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4點，報1428點。歐洲股市方面，倫敦富時100指數跌36點，巴黎 CAC 指數跌24點，德國 DAX 指數跌49點。轉睇其他消息，新鴻基地產兩個聯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聯同埋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等5個人涉嫌貪污嘅案件再提堂，裁判官應控方嘅要求，押後至到出年1月再提訊。新地執行董事陳巨源最先抵達東區法院，其餘4個被告郭炳江、郭炳聯、許仕仁、許生心情點啊？對官司有冇印象啊？心情點啊？許生同埋前港交所高級副總裁關洪生先後抵達。控方代表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要求將案件押後到出年嘅1月25號再提訊，期間會喺海外搜證，並且向高等法院申請外聘一個英國御用大律師擔任檢控官。薛偉成話，控方早前徵詢呢一位御用大律師意見之後，向5個被告提出8項控罪，裁判官接納控方申請。5名被告繼續准以原有嘅條件保釋外出，等候出年再提訊。廉政公署今年7月控告5個被告，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同埋提供虛假資料等控罪。當中許仕仁涉嫌收受利益達到3000幾萬。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導。喺南沙出席活動嘅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佢早前有關提請人大釋法嘅言論並冇影響法官判案。黃曉瑩喺南沙報導。梁愛詩話：佢早前嘅言論冇影響司法獨立。咁我個人我係有權力批評嘅。如果講及影響司法獨立，通常我哋嘅解釋就係咧影響法官判案。喺法院面前冇任何嘅案件同我嘅言論係有相關嘅，絕對唔會係影響法官去審判案件嘅結果嘅。對我哋嘅法官有信心啊！我哋啲法官呢係有相當嘅水平嘅，亦都有佢哋嘅操守。梁愛詩早前喺講座入邊批評本港法官對中央同埋特區嘅關係欠缺認識，咁先會喺過去嘅案件中犯錯。及後律師會同埋大律師公會發聲明反駁。梁愛詩話已經回覆2個律師會。所以我亦都寫信俾佢哋，同佢提出我都有言論自由嘅嚇，而佢發出嘅言論咧係完全唔會影響司法獨立，而呢個唔係我自個人嘅講法，亦都係有案例根據嘅。評論案例亦都唔係第一次，以前有學者就華天龍案件嘅問題，喺嗰件案件差唔多喺上訴庭審嘅時候，佢哋都作出咗話批評。咁呢個點解當時律師會同大律師公會冇發出聲明書呢？我覺得我係要捍衛我嘅言論自由嘅。梁愛詩又解釋有3個途徑啟動人大釋法，當中行政長官喺要落實基本法而遇到困難嘅時候，有責任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國務院可以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喺廣州南沙報導。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自入列之後首次離港出海。中新社報導，遼寧艦喺5艘拖船嘅協助下，用咗20分鐘將艦首調整至面向航道方向，離開大連港，展開服役之後嘅首航。遼寧艦喺上個月經軍方驗收之後，喺25號正式交付入列，舷號為16。國防部話，遼寧艦入列之後，將會繼續開展科研試驗同埋軍事訓練，之後嘅工作將會根據試驗同埋訓練進展嚟確定。上海網球精英賽，梅利同埋貝爾迪克皆晉級4強。對住捷克嘅史迪班力克，白衫嘅梅利要打足3盤先至贏到。呢一名英國球手喺第一盤處於劣勢，呢一球逼到對方回板高波㗎啦，都係要失呢一分。第一盤梅利輸4比6㗎，但係倫敦奧運金牌得主梅利經過調整之後搶翻主動，之後連贏翻2盤，比分係6比2同6比3，盤數反勝2比1晉級啦。而另一個嘅捷克球手白衫嘅貝爾迪克就攞到準決賽嘅席位啦，喺8強贏咗法國嘅衝格，第一盤贏6比3，第二盤兩個人鬥到決勝局，貝爾迪克贏細分7比4，盤數贏2比0。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謙報道。澳洲職業足球聯賽，阿德萊德聯以1比0擊敗西悉尼流浪者。亞德萊德聯嘅對手西悉尼流浪者有前日本國腳小野伸二在陣，喺前場接到個波試下遠射咯，原來係差好遠先至中目標嘅射門咁解。隊友普即刻咁樣嘅遠射至似樣啊嘛，但係就被守門員加尼高域擋到。主場嘅亞德萊德聯早段係受壓，換邊之後先搶翻啲攻勢嘅啫，先嚟南沙爾嘅頭槌。之後亞德萊德聯嘅費拉納就被杜普史丹尼掃跌咗，咁喺禁區內定還是禁區外呢？球證啊揾旁證傾傾，禁區內啊嘛，12碼噶嘞噃。亞德萊德聯由紐曼主射，被高域擋出咗，擺定嚟踢啊踢唔入，紐曼啊唔忿氣啦，之後再挑戰高域多一次。係就係問水啲，但係憑呢一個入波，亞德萊德聯就咁小勝1比0啦。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謙報道。睇埋天氣，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區有煙霞。日間天氣乾燥，氣溫介乎23至到29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跟住睇下世界主要城市嘅天氣概況。